全世界拢真注目的梵蒂冈秘密会议，台湾时间阴暗就要上场，133位的初期主教将闭关投票选出新教宗。梵蒂冈的秘密会议将伫当地时间5月17日下晡登场。3个接近已经过身的教宗彭济国正人关注。主集团是伫5月7日召开第12场的会议，而且依照传统，消费彭济国标志性的手指虚情款解。教宗的住所苏道宫入口已经封起来，举行秘密会议的地点西斯廷教堂也已经准备好势。会议开始了后，133位有投票权的初期主教会小线进行秘密宣誓，所有的教堂全面封锁。手机啊，甲网络拢无信号。9 cardinals are then chosen at random to perform specific roles in each voting session. These 3 are the scrutineers who oversee the voting. There are also 3 revisors who verify the results. And finally, 3 infirmari leave the chapel to collect votes from any sick cardinals. 选票是当地行的，顶半部有一撮，我要当候某美人做教宗遗旨；下半部互书记写候选人的名字，写好对后，当票时选票必须举好悬，互所有书记看到，才个行向祭台。Each cardinal then places the ballot on a receptacle covered by a plate that sits in front of the 3 scrutineers. 六港上市会当进行4届的投票，候选人必须要得到2/3以上的选票，才会当当选教宗。大概投票结束，选票拢会互烧掉，用烟雾的色水向外界宣布结果。Black smoke means that no candidate has received a 2/3 majority and a pope is yet to be picked. White smoke means that the cardinals have come to a consensus. 假使若无人得到多数票，规定就会中好，一直到选出新的教宗。新的教宗嘛将会表示，梵蒂冈要维持彭济国向女性甲高龄以外人士开放的态度，或者是要改动的保守的路线。有可能落尾当选的教宗是互人料想未到的人，这一切拢会等白烟撑起来迄个时阵才会知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